讲法遮严重，要哪对抗这8年来这个大口旱伫台中这边讲社区限水后恢复送水了，煞淹水。另外，为了找水源，台中市政府伫中央公园污水这要应急，小等来做伙来关心。先来看台中大理伫昨恢复送水了后呢，这个立德里嘉园街有一个社区地下室向煞淹水，水深有时呢有一摆讲淹到骹头有地下室，还有高压电箱变电箱，看起来真危险。真个乡亲烦恼讲会爆炸。原来是因为这个恢复送水了，水压伤强，这个水管就咧憋起，台水即摆已经知讲倒一条水管破去啊。社区地下室大淹水，水深到82公分，壁顶的水分也真明显。淹水后袂火气离开原本的位置，遐阁有高压变电箱。居民烦恼水位若阁较悬，敢会爆炸？害怕说那个水一直往上淹，那造成导致爆炸的时候，不止我们这边受影响，连街区也会受影响。地点伫台中大理嘉园街，居民伫15号下晡5点外发现淹水，迄天其实大理才拄恢复供水，那个供水无偌久就淹水。里长敲互自来水公司问，得到安尼回答。这个有可能是雨水而造成的。我说最近已经没有在下雨了呢，哪来的雨水啊？台电来协助抽水，当场提出试剂来检验，发现地下室的水质地试剂水变成黄色，代表就是自来水。零件松了，还是说管线有破？这个要看。自来水公司讲，已经派人到附近要找出是倒一条自来水管漏水，要赶紧维修。同款淹水的，还有台中新光、中山路和民生路口，两线车道拢变做河，车辆经过还会喷水。详细一看，水是对中央边的空棚流出来，流马30分钟。这2天在覆水，我们那个排气阀呢，当压力到一个限度的时候，它会把空气排出来。台水讲这是排气的开关，把水管内底的空气排出来，才会把水嘛排出来，是配合供水有可能的正常现象。强调这毋是白讲。不过，拄好伫大水期搁大淹水，真正互民众感觉真可笑。